如果是这幼稚园出问题啊，来看这台南某一间私立的幼稚园，有一个助理教保员会甲囡仔翕相，放到伊个人的社群平台顶头，甲这囡仔口水骂垃圾话。有民众去甲伊检举了后，这个助理教保员就甲这社群平台口做关起来，人也离职啦。那教育局是强调讲，就算人离职，共款继续查伊违规行为。那另外一间呢是这公立的幼稚园，3年前发生不当管教，最后是裁处。讲是不当管教，唔是体罚，那这个结果呢？家长是无法接受。幼稚园的囡仔伫教室内面咧活动，也是咧户外做伙翕相这的相片，拢会甲家长一寡有侮辱性，也是歹听的话，甚至面貌互公开。台南有民众伫社群媒体发现这的相片，甲囡仔的头像炸掉了后，向教育局来检举，因为发文者是一个幼稚园的老师。老师难免会有情绪，是 OK 的，只是他公开那个小朋友的脸蛋，甚至学校的衣服，我就觉得不是很好。台南市教育局和社会局10时接到通报了后，入园去调查。园方讲，这传相片的这细陈的助理教保员，伫这做工课差不多1钟外，平常时表现真正常。因为 IG 是个人的私领域，内容不当，已经要求伊关起来。这个助理教保员嘛已经离职。不过教育局强调讲，就算已经离开这个头路，共款的依法来追查违法的行为，会和社会局调查，敢有违反绩效法。那本人对于教职员工日后在各大社群网站将更加宣导、更加的教育，绝不容许有类似的情形再次发生。台南私立幼稚园的幼保员出现不当的行为，但公立的幼稚园嘛发生不当管教。有家长投诉讲，3年前伊有伫教生身份的囝读大班的期间，互姓黄的教保员无代无志罚徛，白带伊的受教权，阁不爱互伊去辩诉。最近已经准备上课的录音做证据去申诉，但最后的裁处说是不当管教，毋是体罚。他是认定他是不当管教，可是依照法规，不当管教是这个案子其实不能算不当管教，应该算是不当体罚，因为小孩子并没有做错。相关的事证当中，可以去认定老师有违法行为的地方，也都已经按照规定做一个查处，所以绝对没有对任何老师有包庇或者是不处理的一个情形。针对家长指控讲假暗砍，教育局强调讲有依法裁处，教保员嘛已经调职，但是家长认为讲对无责任的教师，教育局应该更较积极来处理，无应该安尼轻轻啊放过，才会当防止可能囡仔案一直来发生。记者综合报道。